100期盲盒挑戰第3期。喂，你放過我啦！上次北京路嗌完我係傻仔之後，仲唔夠魚咩？我放過你，你買啲粉絲肯唔肯放過你先得？我真係有認真練腹肌㗎，你唔好再折磨我啦，老婆。7月20號你練唔到腹肌就要退網㗎啦，所以梗係要喺你退網之前玩盡佢啦，留翻啲美好回憶俾啲粉絲嘛。第一，我7月20號絕對可以完成挑戰。第二，而家係你玩盡我啊，大佬。今期開始有獎勵。有獎勵？冇錯，挑戰成功嘅獎勵。咩獎勵啊？你玩落咪知咯。今次我想從獎勵揭曉先。呢個視頻1個讚，我俾你1蚊雞。哇，老婆，睇嚟你對我嘅流量一無所知喎！我條視頻閒閒地都1萬幾千讚嘅喎。前提係你挑戰成功。冇問題啊！今次我想從第4個盒抽先，冇問題啊，拒絕接受挑戰嘅懲罰。就係咩？睇下。喂，用着女裝去麥當勞用餐，大佬，你呢個懲罰即係擺明要我接受挑戰嘅啫喎，拒絕唔到喎。你係咪做馬㗎？係咪張張一樣㗎，大佬嚇？你抽多張睇下咯。嚇，係咪張張一樣㗎？睇下先啦。叫咩啊？係咪一樣啊？我頂。500蚊。咁即係焗住要我接受挑戰啫。女裝係咪第一？呢個太誇張啦！呢個太誇張啦，我覺得。第一個箱係任務係咪？係。任務。我睇下你今次可以同我安排啲咩任務。掀桌布係咩意思啊？簡單啦，就係張台上面放啲嘢喺度，雙手用力扯走張台布，但係上面嘅嘢唔可以跌。你冇玩過咩？喂，呢個反而唔難喎，呢個簡單喎 ，OK 喎，我接受挑戰喎。抽埋另外2個箱再講。呢個唔難啊，我抽第2個箱係完成任務嘅時限。第二個箱時限睇下幾多時間先。2個鐘。2個鐘都可以冇問題。嘿，掂水啊！我同你講，3日掀桌布好簡單，仲有3日嘅練習時間，冇問題。你去你銀行撳定機俾定錢我得啦。第3個懲罰基本上都唔需要抽啦，可以完全忽略、完全無視啦。睇埋先，睇埋先。呢個好簡單，呢個好簡單，呢個冇問題，終於可以挑戰成一次。喂，大佬，玩遊戲啫喎，你唔使去到咁盡係嘛？你唔係好有信心嘅咩？有獎勵嘅喎，或者到時候呢個視頻10幾萬讚咧，你有挑戰成功嘅話，我仲要轉頭俾你10幾萬喎。等陣先，呢個掀桌布有幾多次機會先？俾夠你3次。3次，成交。3日後，你等住破產。好，咁你嚟總結一下100期盲盒挑戰第3期。3日後，掀桌布3次機會，成功嘅話，即係如果挑戰成功，呢條視頻有幾多個讚，你就俾幾多錢俾我。OK。冇錯。咁如果失敗嘅話，就給老婆送一輛車。呢個要認清楚啲。呢個撕咗佢啦，呢個我接受挑戰。3日後見。